后来，大家真期待的5倍券今仔日正式来献光咯。行政院会早起来通过1600亿的预算，上车到立法院来审议。随后由院长苏贞昌亲身来说明，讲这个200块的券有5张，500块的券有2张，也佫有新推出的1000块的券有3张，总共是5000块。这个数位券伫中秋节过了后，就会当开始来绑定，10月初就会当来使用。经济部嘛推出着400万份的好食券，要送予数位绑定的民众，要鼓励民众多多来使用着数位的5倍券。啊，那这个纸本券，同款是到邮局到这个超商去领，9月底到10月初陆续开放予民众注文领券。我们预估就有2000亿的效益。提出招牌的弄球锤，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会当各创经济效益的振兴5倍券正式出现。限期使用的现金不但漂亮，而且有各种防伪的设计。展出纸本5倍券的样本，有5张200块、2张500块，阁有新增加的3张1000块的券。那色调的设计看起来和1000块真相像，总共是5000块。即摆大家做伙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子，唔免摕1000块就会使领5倍券。明年4月30号以前出生，你有健保卡，全部通通可以领。外籍配偶。持永久居留证的、持外交官员证的，都可以领取。5倍券上路的时间，介意纸本的民众搁等一下。中秋节了后的9月22就会使开始绑数位的，10月初8就会使开始用。超商领券自9月25号开始注文，10月初8开始领券。若是邮局领券，10月初4注文，10月12开始领券。去年有的农油券、气增券等等，今年嘛拢有。经济部阁加码绑数位的优惠。只要你绑定数位5倍券呢，前400万名就可以获得500元的好食券。总共1600亿的纾困振兴预算，行政院会今仔日透早通过，会送予立法院优先审议。好，来继续。